王兄，龙躯果然是世上罕见的异种。王爷，这匹龙躯是火龙所化，今仔日王府竟然出现这宝贝，一定是上类之条。此龙躯是在月色公园之下所得，国王就该取名叫做献月龙躯。献月龙躯，狄王兄，此龙躯是由你所获，你当由你所骑。今后这匹龙躯就属于你的。多谢王爷小事。狄王兄，赶紧随本王入后宫来去祭母吼。草民靠近，娘娘千秋。狄青，宫中有话要传落你，你爱老老实实回答，半句都袂用的戏言。是，娘娘有话传问，狄青唔敢欺骗娘娘。我问你，恁是倒一省、倒一府、倒一县、倒一村的人？娘娘，楚民世纪山西省太原府西湖县小游村里是啊。你想着，你可知影恁祖宗三代的名位？知影，祖父名叫狄元，前为两广都督，家父名叫狄广，以前也管辖山西的总兵。你可知影，你上可有疾病，下可有兄弟姊妹？伊楚民知影，家父并无兄弟，只有一位小妹。那伊楚民的也是无兄弟，只有一位长者金銮啊。狄青，你可知影你姑庙叫做什么名？我的姑庙叫做狄千金。你知影讲伊现在的去处是伫个什么所在？请听的楚民啊，岁断那是哦，阮姑庙的查某啦，子孙的立宫啊。狄青啊，你着讲实在，你迄个叫冤娘哦，是对的倒来？冤娘是一拉对，分妻哦。一只是姑庙带入宫，一只是带在我的身上啊！父的亲的丈母啦，这个行的冤啊用啊！狄青，你果然是我的弟弟，娘娘，我是你的姑庙狄千金，姑庙，请你。爸母现在可好？小水东啊你啊，
兄弟啊，我再问恁母亲啊，可会平安？我古庙的门口，我着心苦，对你的骄傲流难答讲。迄个风水形势哦，我家三个抱，我找庙附身啊，千里青丽，高了，想袂到咱得家世代重了，竟然会落得这样的下场。无，现时咱已经会当找到狄王兄，慢慢才阁派人查访，必然会当亲临重访。像你，这几年来，予你真受苦。明仔载，我着叫霹雳带你到金殿讨一个皇上。多谢高庙。弟母又真思念你，顶命曾经下治天下，四处找找你，难得会当将你找到。皇兄，昔日在御花园收拾怪物的人，就是狄王兄。母后讲，请皇兄你家论功奉赏。迄是应该。狄王亲，你有这种的本领，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，金睛受封，万岁！定封你为九文提督。下主龙印。圣旨万行，启奏皇上，当朝九文提督是我王天华，皇上搁在风水的皇亲，岂不上于一朝两位九文提督？哎呀，现在啊，你也敢当旨啊？狄青是狄太后的外家孙啊，凭伊是皇亲国戚，人伊要做什么官就什么官，你也敢？对啊，伊若是要做王爷啥，皇上伊嘛唔敢反对啊。哼，望王会中我。朝中的武官比是武艺，灵性豪气，我受官家护卫，请皇上出席，免得受人睇上我重视为官啊！对，有志气。皇兄，皇上已经要封你官职啦，你又何必呢？你莫阁讲，我心意既定，袂用的，安尼母后一定会足生气的。皇上，请下旨。狄皇亲，你何必这么倔强呢？皇上，你若唔下旨，神无想要再调为官啊！
得皇亲，这是你愿意，并非朕爱你安尼生做。好，待3天后，朕就下旨比武。什么？你要去甲人比武？母后，碧儿，你要带伊上殿的时阵，母后怎样交代你？敢讲你无照我的话去做事？无咯，皇上严谨听我的话。无咯，母后，这姑庙，这是我愿意安尼写做的啊，求姑庙你答应啊。哈，是你袂用的，绝对袂用的。姑庙，第二无寸讲在定，我若是无安尼写做咧，岂不是受人体照，酷势就姑庙你的势力，这能为官呢？胡说！什么人敢体笑你？敢讲你在义方收服妖怪，这也毋是公罗性。无论怎样，比武的代志绝对毋免讲。姑庙，好啊！既然姑庙若敢毋答应，我哪有啥面子裁调为官呢？这是讲伊自吹死路。也毋过即摆比武是会伤害人民财。我去，老夫有一个办法，来，恁拢。好办法，好办法。王将军啊，即摆真可怜咯。若要对德清才是即摆最好的机会啊！这做你放心，3天以后，恁来看一场好戏的。青儿啊，这套金盔甲是姑庙去太祖庙甲先王借啦，你着爱好好甲我穿咧身躯啊！姑庙啊，为什么一定都要穿先王的金盔甲呢？戆囡仔，这套金盔甲，你若穿咧身躯，第一先王会甲你保庇，也第二，人也看到你穿这个金盔甲，无人敢动你的身躯哦。也毋过姑庙，上方比武怎样啊会？你免管啦，你甲我穿的就是嘛。汉卿，新长，一切我着要拜托你咯。假使若有发生什么代志，你立刻就来禀报本校。新准旨。将卿，这次朕下旨启用比武的目的是：第一，想要看各位的实力如何；第二，朝中所有的武将有一个集合的机会。比武并非是在沙场上作战，无需要注重胜负，必须顾虑安全。第四，在。团结下去，准备乱架下教场。是，请问。启奏皇上，臣无想要参加比武，请皇上允准臣退出。王卿，是甚么原因你唔参加呢？启奏皇上，臣无想要参加的原因是，两人交手难免有所损伤。哼，你看，狄皇亲身穿先王的金盔金甲，莫讲是去摸着狄皇亲的身躯，就是讲摸着先王的金盔金甲，臣嘛是有罪不起啊！这皇上，臣愿意照先王的盔甲，免得受皇上你的为难。慢者，狄皇兄，这是武后意思，你敢抗命？皇帝，你放心，姑庙的代志由我负责，我这时就来去写。皇亲啊，慢且慢且。既然这个是狄太后的意思，你就唔通互伊老大人家受气。启禀皇上，臣有一个意见，互不要参加比武的人，叫伊个个先立下军令状，拍死无赔命。安尼，伊内底也免去得罪着狄太后。国内英雄也可称扬天勇，比一个高下。立下生死军令状。皇上，家庭比武并非定中事实，岂可立下生死军令状？
请皇上千万唔通下旨。皇上你若无下旨，神绝对无参加。对，神嘛唔敢参加，我唔敢参加。你拢无爱参加，既是各位哦，会挂记我着情万死绝不是哦。请求皇上下圣旨，心愿入宗哦，写文字。袂用的，我准你到场啊！你到量唔准入庄啊，我来自啊用。莫为争气，你听样，比武不良，休会准啊伤。王兄，你千万个不可哦，找麻烦，何苦会夺命来为官？我先世的故场我也无怨，了无比武我唔要做官。中英，你莫有志再讲，我心里记惯。袂用的，你安尼，我会当来变国母，我会当来变国母。请皇上下旨。这启禀皇上，在也未立下生死军令之前，请各位英勇先找一个见证人王天华。嗨，你的见证人什么人啊？谢朝皇上，显愿为王提督为见证人。哦，那安尼狄皇亲你的见证人呢？嘿，真好就问啦，当然嘛是感情中狄太哟。丈夫，请你给我做一个见证人。赵皇亲，我希望你会当改变一个主意。丈夫，这次我有把握赢的，拜托丈夫，你给我做一个见证人，给我一个机会咧。真实的，我唔敢。丈夫，我替我做见证人。皇亲，万岁！你安尼做，狄武有一些无欢喜。以定之见，你也是暂时倒转去南清宫，定会另外甲你封赏啊。中世为官咯，卖命的问我的大运啊，不好事啊！我甘心看破来放弃，愿饮青山多3年啊！小师弟，是你。你我本是师兄弟，你的是你，我的不义。今日来风气啊，怎可以我助你去写阮的灵诗？师弟你，是啊，父亲，现在什么你就免讲，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，给你一个机会做你的见证人。多谢赵师弟，跟我来。皇上，赵驸马要替我做一个见证人啊！赵驸马，你爱知影，狄皇亲是狄太后唯一的外家孙啊。皇上，若属狄皇亲，伊若是有失者，心愿受狄太后处罪。勇敢，勇敢，勇敢，勇敢！
是怎样再三甲你叮咛，甲你讲，恁奉行国事一点仔着毋捌，你为什么互伊甲人入生死军令状啦？有吼，你先有甲伊阻止，也毋过狄凤兴伊一点仔都毋肯听。敢讲皇上也会允准伊互人甲伊入生死军令状是？无咯，王兴嘛有甲伊阻止，也毋过狄凤兴伊啥物人的话都毋肯听。哎呀，这个囡仔明明是要互我救死，也伊现在人咧，已经到教场去比武啊！